用緊呢個16 Pro Max， 啱新買咗部。因為咧，其實我咧之前一直拍咧，用手機拍啦，都係呢個11嚟嘅啫。咁我而家11升16，有感啊，有感升級。雖然話就話而家有好多手機係靚過蘋果，但係無奈地我一直用開呢個蘋果咧，都係中意用翻蘋果多啲，唔係慣咗都係轉咗個新機之後咧，有時近佢嚟影咧，有啲毛孔出晒嚟嘅，啲鬚根啊、啲凹凸位嗰啲咧，即係嗰啲凹凸不平嗰啲毛孔出晒嚟嘅。我換嗰部呢個16 Pro Max 咧，其實最主要即係除咗係影相靚啲啦，二嚟係想將我平時用嗰部電話，即係11嗰部分開，即係拍嘢還拍嘢，同埋工作還工作嗰啲咯，即係日常用還日常用。因為我發現咧，因為舊嗰部咧，即係原先嗰部啦，即係如果我又兼顧拍片啦，又要再整理埋平時日常嘢，即係可能有時工作嗰啲咧，有多啲 message 啊、啲相啊、成 save 翻佢咧，我發現係好唔夠位用，所以而家買部新機，跟住分翻開兩樣嘢。我而家咧其實咧咩都未搞啊，即係啲機轉移啊，成嗰啲咩都未搞啊，跟住一嚟就係用嚟拍嘢先，即係電都未叉。雖然而家啲新機唔需要特別話叉電，都已經可以用得好耐。咁話拍片嘅話咧，我應該係手機流用家嚟嘅，大部分時間都。不過最衰咧，即係最可惜咧，就係以前細個啲嘅時候啦，冇而家咁高質素嗰啲手機，全部都係拍到啲咩480P 啊嗰啲咁樣樣，咩360P 咁樣樣嘅質素。如果唔係早咗10幾年前，我應該都會開始拍嘅。其實都呢個位之前係 Transformer 餐廳，而家執咗啦，變咗呢間台式火鍋。希望做得住啦，做得長啦。火鍋正常應該夜晚多人食嘅都。但我想講咧，我而家咧買咗呢部機之後啦，我發現咧，我平時啦，即係已經有部手機啦，跟住咧就會帶多部呢個 GoPro 啦，跟住之後咧，基本上我而家咧平時已經照顧住部 GoPro 啦，同埋呢個平時自己嗰部電話啦，跟住而家再加埋呢部機咧，係有少少突然間有啲唔習慣，開始嚟料喎，呢暗咗咧，嗰啲光位。反光好似有少少嚟料喎，呢個4K 120格，佢只能夠由原先個1倍鏡去到呢個3倍鏡。不過對我嚟講，我覺得還好嘅，應該都夠用嘅。佢係剪得好嘅，我冇特登轉啲咩位。不過你問我咧，我就其實當呢部機其實都係一部普通影嘢拍嘢嘅機啦。咁所以其實佢其他功能咧，其實就對我冇乜大影響，我都係用佢拍片功能嚟拍下嘢咁咯。行過發現一樣嘢喎，你嗰邊呢間賣嘢食嘅喎，執咗㗎，賣嗰啲街邊嘢食嘅呢間，又係幾日冇嚟過，應該係1個禮拜都冇嚟過啦。執咗呢個4K 120格咧，喺呢啲燈嘅情況下咧，係閃得好緊要。4K 60就正常，平時拍嘢嗰陣都係咁樣嘅。呢兩間，呢兩個位都執咗喎，1、2兩間。咦？跟住呢間又裝修緊，有啲自拍館啊又。交友開場白喎，我都唔識嘅喎呢個交友開場。啱嗰個交友開場白，我真係唔識，因為我人都係直接，通常一嚟就係hello你好靚啊，可唔可以加個 IG 啊咁，搞掂啦。咁其實其他嘢我唔識講。行過呢啲咧，其實行過半鐘咧，啲衫啲味咧係都係一陣。好香嘅味。
呢個粉紅色 Tesla， 英文寫住 Tesla。跟住就 Non-Stop 呢間隔離有個叫 Low Call Low Life， 哇！又係新嘢喎 ，Muji 裝修緊喎。跟住之後咧，前面呢度咧擺個 pop-up 位，睇過6頁啊，唔係喺6月，唔係6頁，係6月開業啊！小米15 Ultra 咧，頭先我開嚟試下，跟住佢開個 4K 咧，開120架嗰啲咧，其實幾分鐘已經興到一個點喎，興合合部機。雖然佢嗰個影相係真係靚得好緊要，拍片都靚得好緊要，但係開咗一陣佢已經興合合咁樣咧，搞唔掂啊真係。頭先我試嗰個小米15 Ultra 咧，開咗個自拍位咧，跟住之後咧一近影咧，係真係啲毛孔黑頭出晒嚟嘅。係超級明顯，不過部機無奈地真係開一陣，開咗幾秒鐘，開一陣嘅，開咗幾分鐘，部機已經熱到，即係長時間錄咧，即係可能就算拍分零2分鐘嘅嘢咧，已經興到一個點。好正喎！佢個喇叭咧，少沙沙地咧，有啲似嗰啲 vintage 復古 feel， 好正嗰種味道。前面呢兩隻狗狗好大隻啊，跟住行過嘅人都望一望。而家咧買咗支啲咩雀巢檸檬茶，終於發現個問題，佢嗰個影相掣咧，你影嘅時候咧，好自然地咧，隻手指係會收埋，即係隻手指係會咁樣收埋，以為 zoom 啦，點知原來係咁樣調翻轉，係咁樣先 zoom，你咁樣之後咧係縮翻轉頭，係有啲突然間有啲好似好奇怪嘅感覺。雖然咧，我就並不是一個影相，即係用開相機嘅人啦，但係隻手指收埋係一個好自然嘅動作啦。跟住之後就變咗原來係用粒掣嘅時候係一個 zoom out 嘅掣，即係有少少感覺上有啲奇怪。我想講咧，我頭先拎機嗰陣啦，應該係4點幾5點零鐘到啦，應該。跟住之後望部機入邊咧，應該都有70幾80幾%電啦。跟住之後咧，而家係9點零鐘嘅時間啦，得翻47、48度嘅電啦。其實都 OK 嘅，因為其實我都係斷斷續續，即係又拍下又停下又拍下，斷斷續續咁樣。其實連續拍咗4個鐘頭到，其實都 OK 嘅，都電其實都還好嘅，我覺得。4K， 其實而家真係 4K 年代咧，好少可以用翻 HD 模式、HD 格式去拍。不過今日都係好無聊咁喺度行，都係行下試下影下嘢嘅啫，其實都冇乜特別嘅，其實都係。咦？呢度圍住。好似好大件事咁喎，拖晒交通警啊，剩嗰啲。不過好啦，咁咧今日嘅片就到到啦，因為咧今日咧係純粹買呢部機啦，跟住真係試下，一路用呢部機嚟影嘢。咁係啦，咁如果中意嘅片記得 subscribe 同埋 like 同埋comment。下條片再見，先，拜拜。